立法院今仔针对汽车驾驶系统、有电动大客车的发展来进行专案报告。有立委是质疑讲，咱国内一寡先进的自动驾驶的车，目前车祸的状况若存有增加的趋势。交通部是强调讲已经研究自动驾驶相关处罚条例的草案咯。自小客车车头密密麻麻被弄的弯龙车车架歪曲变形。去年国道顶关这车祸，涉调的驾驶先进开驾驶辅助系统技术无水头前落风，才造成事故。为110年1月到113年3月，国道发生工程弯龙车遭到对撞事故有347件，其中175台有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， 占全部事故的50%。让人担心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。那我请问交通部，追撞问题能够解决吗？我们要去清楚的请车商去说明，现在的这种不是自动驾驶啊，其实它是一个辅助驾驶，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啊。林德豪质疑，立法院法制局有建立道交条例，增加自动驾驶违规行为探乡甲处罚。即马自驾车规范并不全面，违规对象敢若用道交条例来开发。公共运输甲监理所回应，目前已经在研究自驾相关处罚条例草案，提悬法律维解。另外，立委也关心国内自驾车系统到底需要多久才会完全呢？按照你们的规划，台湾的自驾车系统还要多久才会成熟？有赖这个整个车商大家共同。5年有可能吗？10年有可能吗？都要努力了，都要努力嘛，所以连10年都未必嘛。经济部希望达成2030年咱市区公车电动化目标，不过有立委表示，买车营运加换新电池、充电场站设置拢是成本，业者负担加重，尤其还佫自备土地甲设备，来电无定用到3工。另外，电池回收机制、关系能源政策、产业链欠人力甲调整，也拢爱斗阵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